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虽然我看到高强、高勇壮，不过我自细汉就是无胆，上讨厌别人甲我吓惊。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惊着，惊着，汉字写作惊着，罗马字写作高惊惊，高要着。惊第一调后壁是轻声，所以伊唔免变调。着第八调，咱伫日常生活里定会有惊着的经验，像讲有时雄雄听到足大声的声音，也是互人甲咱吓惊，天顶要甲人讲拍死呐，甚至是互足歹的动物甲咱用，拢会互惊着。惊抓！甲惊着我耶稣，着惊，着青惊，戆野，惊吓，等等。咱人若去互人惊着，有时会起鸡母皮，有时会惊甲起青疹，较严重的会心肝头皮薄彩，甚至惊甲皮皮喘。所以有代志莫乌白甲人吓惊哈。囡仔咧困的时，有时会醒起来。好甲困袂去，较严重的会喘青屎。若是安尼，民间的风俗讲，就要去互人收惊、缀惊。俗语讲，惊惊袂着顶，一个讲人做代志熬丢毒，还未开始做，就想伤济，烦恼伤济，安尼颠倒会失去好机会。还有一句俗语讲，惊某大丈夫。拍某猪狗牛，一个可劝查甫人爱疼惜家己的牵手，互相尊重，唔通卡袂着就要去卡动手，无就会互人笑讲是猪狗牛。六惊着，吓惊，着青惊，起鸡母皮，受惊，惊惊袂着顶。惊某大丈夫，拍某猪狗牛。自细汉，阮妈妈就甲阮讲，人惊人会惊死人，所以大家咧耍的时阵，唔通耍了伤过头哦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